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即马来准备今仔日礼拜要献的要唱的献诗，咱对后壁练习转来吼，所以请咱先看第三首，除了上营以外的第三首献诗第279首，279首，咱来唱恳求上帝怜悯，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吼。这首献诗唔通拖迄个拍吼，3来，恳求上帝怜悯，加关心阮事工，宣出我的怜悯，连根不交落步，天的保佑救世活动，天的保佑救世活动，因带人类行出道路。第2节。天的茫茫漫过，我路上的尊名，带给我的快乐，深深感谢存下，对民间人上帝的力，对民间人上帝的力，心破悲喜拢交公义。好，咱先小看一下吼，后面那3节，对民见人第2节的后面3节。第2节的献诗歌词有解吼，你若是惯是摕献诗起来看的人，咱先小注意一下吼，是对面见人上帝伫你，毋是地面吼，是对面见人上帝伫你。搁献诗是写心化，万民拢照公义，要毋过歌词有改做心破百姓拢照公义，所以咱咧唱的时阵，提献诗的会友，请咱会爱小可注意一下吼。好，咱第2节搁唱一届。3来，天的茫茫漫过，我路上的尊名，带给我的快乐，深深感谢存下，对民间人上帝的力，对民间人上帝的力，心破悲喜拢交公义。好，搁一个较小地方甲大家提醒吼，一开始咧唱的时阵，前2句就是譬如讲，咱来看第3节好，天的万民万族，伫主面前俄乐甲有2拍吼，所以咱毋通拖2拍了，就爱煞才恳求上帝赐福吼，所以咱爱小可听轻的声吼，来唱第3节。3来，天的万民万族，伫主面前落落，恳求上帝赐福，土地生出进步，上帝降苦受死崩溃，上帝降苦受死崩溃，天边海角艰难敬畏。好，真好吼！来，咱搁来看第2首的献诗165首。这首献诗是伊
165哈，继续献诗伫普世教会中间算不加出名的继续献诗是非洲的献诗，你若有闲转去用 YouTube， 吼，叫献诗典馆的这个原名，毋是台语的名吼，是 New You We To Roman Wilma， 反正做歹听，这是Swahili的语言吼。你会发觉恁唱的时阵用清唱，佮过来因家己的变化迄个和声，吼，我昨昏听的时阵有到5步，吼5步，要毋过咱的献诗家写着3步，所以提献诗的会友若是会晓家己分步，咱就照家己意爱步来唱啊，安尼听起来足水吼。啊，当然咱咧唱的时阵有轻陪咱，可是若是听清唱，吼，迄声实在是真水。好，咱来唱第1节、第3节、第4节，其中第3节，因带古迹古迹言行吼，毋是迄个古爱写爱小可注意一下吼。咱来去看卖，啊，搁有就是那个 PPT 可以下一页吗？恳求信心换命充满阮，若是提献诗的会友爱注意这段咱爱反复吼，所以是唱2届。好，咱来唱第1节、第3节、第4节。3来，恳求信心，求你降临，感动我的万双，照管敬仰你的国度，可得你的掌光，恳求信心，我渺求莫光，恳求信心，我渺求莫光。第3节，听叹信心，过你的位，你穿过几年天，你将万物从这我心，照光我一回眼，恳求信心，我渺求莫光，恳求信心，我渺求莫光。好，咱唱到这就好吼。咱来刷咧，今仔日的第1首就是献诗第8首。献诗第8首3节的歌词内底，拢有一寡爱小可注意的所在。啊，之前我慢慢拄仔好碰巧吼，这首歌有教过，结果教过了，礼拜咧唱的时阵，发觉啊，佫有一寡回应吼袂记住。啊，你知影迄个时阵，有的时阵你挂歌的人心内有一点仔酸吼，就是讲大家讲过啊嘛，带大家唱过，结果听到有人唱唔着迄歌词吼，碍叫安尼吼，所以咱小可注意一下吼，咱来唱，咱迄个第1节，咱先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吼，啊，唱了爱注意的所在，才甲大家提醒吼。3来，只要把宽广无痕永久，且满气息，布满天空，覆盖骄纵。
为时间关系，家咱唱第一首，确实恁即马看的即个 PPT 展馆吼，日头出现东升西落，毋是西落吼，西落。好，以上是咱的练习的时间到遮，从以下时间咱陪伴心来今仔日的礼拜。这时礼拜要开始，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遮个山也袂生出，地甲世界你也袂造成。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是啥人知你受气的关系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，知你的受气啊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咱三角来吟诗学老上帝，圣诗第8首，夜目观看强壮无穷。圣诗第8首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Amen.
咱三甲来祈祷，听从阮的主，感谢你保守阮伫世间的年月，赏赐阮有福分来朝见你的面。恳求主你的恩典时常甲阮伫地，恳求主你的圣神帮助阮，扶持阮的软者，赦免阮的过失。主，阮常常掠家己做大，伫世俗的潮流中间来迷失。阮常常想要牵条属地人的祝福，阮常常想要别人来夸口阮伫世间的成就。世俗的价值观成做阮的偶像，互阮颠倒偏离主所为阮备办的道路，袂记得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，袂记得上帝所赐的恩典才是真正万福的本源。恳求主赦免阮，赏赐阮属灵的智慧，来抵御伫主的真理甲价值，重新行伫正直的道路。慈悲听阮的救主，后一个主日是母亲节，也是儿童主日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赏赐侪侪的囡仔，成做阮的产业，也赏赐阮侪侪辛苦的老师，来将阮的信仰传予阮的后一代。主，阮知阮人能力的有限，恳求主你亲自来引带你的羊群。也特别看顾遮所有顾羊的，包括阮侪侪的主日的老师、青少年团体的辅导，以及所有的家长。恳求主纪念因所做的工，也纪念因伫常时要兼顾家庭的经营、囡仔的教育，面对着工作上的竞争，以及风台厝内的长辈，伫侪侪重大的时阵。因抑久无袂记得伫教会的服侍，恳求主加倍恩典甲祝福伫遮的老师、辅导甲家长的身上，特别互因有健康的身躯甲心灵，有对主来的话语来得到安息，甲重新得到快乐，有喜乐的心来跑走因的路途。为对主遐来满满的勇气，来应对所拄着一切的艰难挑战。但阮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，阮要照着主你在早教示阮的安尼讲：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食今仔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启应文第14篇，圣诗的后面。第1023页，启应文14篇，这篇启应文是出自圣诗第46篇。咱三甲来启应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快乐。虽然地大变动。海水加涌，哗哗吼。咱拢免惊，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日邦哗哗吼。列国动摇，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，伊压战经斩断枪，
放火烧战车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教咱同在。咱搁三甲来吟圣诗第165首，听唐圣神求你降临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咱搁三甲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恳求你的圣神，即时来到阮的中间，充满阮每一个人，拍开阮心灵的耳孔，互阮会当听到主你的声音。恳求主你的圣神，也踮伫诗班甲牧者的中间，互因有天使的声音引带阮来敬拜你，有属灵的智慧甲话语，帮助阮来明白主你的教示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以赛亚书第2章第6节到22节。以赛亚书第2章第6节到22节，请大家看听我来读。上帝啊，
你有去杀你的子民雅各的后代，因为国内逐所在拢有东远来的风俗，人民亲像非利士人咧卜卦，搁趁外国人的习惯。以色列全国金轮满满是，因的财宝算袂了，因的地战马真多，因的战车袂当计算。全国逐所在拢有偶像，因跪拜家己的手所做的，拜家己的指头仔捏造的神明，所以人受屈辱，逐个人变做卑贱。上主啊，毋通赦免因，着逼入去石洞，着藏入去土地，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。走向以威严的光辉，迄日目头悬的人会受降价，骄傲的人会受屈辱。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日得要临到，伊要互所有骄傲自高的人变卑贱，互高举家己的人拢受侮辱。伊要互黎巴嫩悬搁大的碧香树、巴山的橡树、所有的悬山、一切的小山、所有的堡垒、一切坚固的城墙、所有他死的船只、一切水的芳泉，拢受攻击。后来，自高的人会受屈辱，骄傲的人会受降价。伫迄日，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重，偶像会完全消失。伫上主起来，互大地摇动的时，人会避入去石洞，藏入去土坑，要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以威严的光辉。伫迄日，人要将金银做来拜的偶像，迄甲互残刺甲密薄。伫上主起来，互大地摇动的时，人会走入去石洞内，也是避去山壁风，要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以威严的光辉。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不过靠鼻孔在喘气，因拢无算啥物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即点，请阿萨斯班用诗歌带了咱来敬拜，着用心来听。
即时请地涌文牧师讲道，人的骄傲将破灭。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感谢十四班今仔日用心来听这首歌来引带咱敬拜上帝。咱几礼拜前开始读以赛亚书，先知以赛亚嘛是用这种的心境不断地呼吁这个犹太国以色列人，就用心来听上帝的话。总是人的心常常骄傲，也无认真咧听上帝的话。2礼拜前，咱进入第2章1节到第5节，咱也会记得迄个真水的一个对将来的一个意象。刀剑要拍做犁头，这个所有的这个武器拢要消失。和平要临到，万国万民拢要来锡安山来敬拜上帝。伫第5节，咱前届读的经文第5节最后讲，迄个雅各的子民恁着行伫上主的光明内底。今日进入第6节，咱马上看见一个完全无同款的图像。这个雅各的后代开始受审判、受谴责，而且先知宣布，迄个处罚马上就要来。所以今仔这首诗伫遐讲起犹太国面对亚伟伊的审判的时阵，陷落伫极大的危机。咱伫第1章已经读到。上主亚伟对以色列有真悬的期待，毋望因会让守约、做约的子民。但是当这个约神圣的约受忽略的时阵，亚伟会生气要来，处罚也要临到。今日这首诗用足大胆的话，用这种真强烈的修辞，咱咧读的迄个诗的时阵，一定会感受到，伊用足强烈的语言咧警告，内底有真悬上顶的意义。第6节开始的时阵，伊用上帝你有气杀你的子民这句话来开始。而且，先知并毋是徛伫上帝的代言人，安尼真悬，安尼要对以色列人讲话，而且因亲像徛伫边啊，亲像一个旁观者，嘛是一个控诉者，用伊家己的话，伫遐描写上帝子民的罪恶。咱读到第9节的时阵，也真着惊，听到先知用即句话讲，对上帝讲，上主毋通赦免伊，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首诗。特别咱也读到内底迄个文学的表达，用重复的方式，用重复的方式，咱会读到几若解同款的字句出现。特别内底有2句话，拢总出现3解。伫迄个第10节开始，咱读到讲。着米入去石洞，着藏入去土地，闪撇对上主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着爱紧逃闪，恁着爱准备爱逃闪。即句话第10节出现，19节出现，21节嘛佫出现一解。另外一句出现3解的话，是第11节出现。伫遐讲，自高的人会屈辱，受屈辱；骄傲的人会受降低。只有上主高举得到尊重。11节出现，12节出现，17节出现。
有学者讲，这两句安尼重复出现3解，有一点仔像咱咧唱圣诗，吼，圣诗后来有迄个副歌，吼，迄个副歌会佫唱一句一节了，后壁副歌佫一解出现重复，吼，这副歌就是要互唱的人一解佫一解去思想内底要紧的话。头一句着闪避出现3解，主要是要甲咱表达迄种迫切感，迄种迫切感，互伫遐听到诗的人会感受到讲，诗人伫遮讲着闪，着闪，迄是种真迫切，马上要到的一个感觉。第二句话中互3解讲，骄傲的人会受屈辱。这嘛是一种强调的话，这是以赛亚一再出现的主题。咱就来看今仔日的这段真长的经文，咱来分析内底几个要紧的所在。一开始2章6节就出现一个，伫这首诗内底拢总出现4解的表达方式。咱的台语圣经翻译讲。逐所在拢是啊，还是讲逐所在拢有。吼，即句话原文的表达是讲满满是，满满是。啊，伫今仔日第6节伫头一个先讲起什么满满是，伊讲伫国家内底吼，满满是东方来的风俗，以及非利士人的卜卦。伫遮原文是算命的，甲占卜的，这是咧讲为外国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所传来的迄种宗教行为，敢若迄个灵媒，灵媒伫遐用算命、用卜卦，要来行使即种宗教的行为，这是。为国外来的一种影响力，这甲犹太人的宗教真无共款。犹太人的宗教是立约的宗教，甲上帝立约，用约做基础。立约的人就要守约，所以会带来顺服。伫约内底的子民会顺服上帝要求。但是这种国外来的这种宗教行为，伊是要控制，伊是要靠家己的能力去控制，要互这个宗教成做伊会当使用的一种行为。宗教变做人家己会当去操弄、会当控制的做法。这其实咱若去读《申命记》18章，就足清楚读到《申命记》的作者伫遐严严甲以色列人讲：你毋通去缀人算命、卜卦。这是上帝禁止的行为，迄是一种要控制宗教的手法。更较有意思的第6节的后半段一句话嘛，足要紧的是，会当讲是今仔日经文的关键的一句话。咱的台语圣经翻做讲，搁趁外国人的习惯。这个字原文是讲，甲外国人两只手相。迄个掌相拍，指掌，去甲国外的人安尼手甲手相拍，指掌的意思就是立一种的协约，所以伫遮先知伫遐讲，即个国家内底满满是啥物？拢总是外来的势力啦，为外来的势力，即外来的势力可能成为商业，为即个经济的协约开始，去甲外国人手安尼拍相拍，表示讲咱立一个经济协定。但是接落去咧，当你经济甲人立约以后咧，所有的外国的影响力就走入来啊，包括遐歹的宗教行为、卜卦、算命等等遮。这是第6节最要紧，一开始就点出这个问题的所在。用咱今仔日台湾的处境，我相信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，咱可能真紧就会当联想啊。这叫做以商逼政啊。
以商逼政，经济大升来，然后文化受影响，政治受影响，最后呐，国家人民的这个认同也出问题，经济甲宗教变做去扭曲人的心，所以进入第7节甲第8节，咱就读到另外三个满时，国外会影响咱，安尼满时宗教的这个行为走入来，然后三个满时，第一个满时讲啥？全国金银满时。这是毋是讲钱济无钱济足歹，毋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咧讲这个国家咧追求什么？富裕的一种货币经济系统，就是毋茫通过这个经济系统哦，赚更较侪钱，得到更较侪钱。这咱知影伫圣经内底，特别新约耶稣伫马太第6章，用一个表达方式，讲你是要拜上帝，还是要拜马门？伫上帝甲马门的中间有一个紧张伫遐，但是这个变做现在的处境，满是金银。第二个满是是啥物？伊讲战马足济，战车袂当计算，规个国家内底满拢是武器。为着要保护这个经济系统，不得不买愈来愈侪的军事武器，因为无安全感，会惊吓。所以靠军事武力要保持家己的安全，这叫做军事的独武主义啦。军事愈追求愈强，就到尾安那对外侵略。武力用武力要成做安全的一种的基础。第二个满是，第三个满是背后上严重的。伫遐讲，逐所在拢是偶像，满金钱，满武器，然后满拢是偶像。头前已经讲去啊，想要靠遐外国来的宗教行为，要来控制宗教。偶像就是安尼，偶像就是人的手会当控制的一种宗教物件，叫做偶像。迄个神明其实是假的啊，神明是人会当控制假的啊。偶像咧代表什么？人咧追求家己自我安全、自我的一种实现心理的投射。加尔文咱几礼拜前就已经讲起，加尔文讲，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啊！你心内咧想追求什么，迄个就变做你的偶像。你逐工拢咧制造新的偶像，可能是金钱，可能是名声，可能是地位，可能是你无意识到，但是甲你的心规个占去迄个物件。所以到第9节，诗人做结论啊，因为人拢咧追求这，所以安那骄傲自高的这个人，自我中心的这个人，要受屈辱，规个人拢要变做，逐个人拢变做卑贱。先知的思考内底足简单的，一个人若干咧追求自我中心，到尾啊必然失败。这句话其实是有讽刺的话，但是嘛，指向最要紧的真理。这个规本圣经内底，咱拢会读到这种的话。追求自满的人，到最后要失去一切。新约圣经内底耶稣讲的话，赚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灵魂。人想要靠家己，我靠金钱、财富、武力。还是想要用其他宗教的法术，要来成就家己爱的，这就是一种自我中心、骄傲，一种膨风啊！咱讲是膨风，
碰风敢若咱讲迄个田如安尼，一直愈分愈大粒吼，青蛙还是迄个一个腹肚愈分愈大粒，到尾啊呐碰风全憋去吼憋去。所以第9节是诗人足强的提醒，甚至到下半句，互咱读起来足奇怪。伊伫遐讲上主啊，毋通写缅因。诗人无徛伫人的即边，徛咧上帝迄边。伊徛咧上帝生气的迄边。伊为顶头讲的遮个代志了，伊甲上帝讲：你看遮个人，遮个人民做遮个代志，因袂当互原谅，嘛无应该互原谅。你毋通赦免伊。即句话凸显出犹太国行到一种困境，互人感觉真绝望的困境。进入第10节，开始用这个诗歌内底真文学性的表达。第10节讲，着米入去石空，米入去土底，闪避对上主来的恐怖，走闪伊威严的光辉。咱拄仔讲起啊，这个警告后壁佫会出现2解，19节佫1解，21节佫1解。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吗？敢捌真正发生过？那放伫以赛亚的背景内底，咱知影有可能有2个时代，有乌西亚王的时代，甲阿哈斯王的时代，拢捌发生过战争胜利。然后伫遐大起厝、大建设，但是无偌久安那，帝国的势力就来啊！亚述帝国来，尾安那巴比伦的帝国嘛来。这有可能先伫咧描写迄个真实的情况，但是嘛有可能这是另外一种想象，先伫用诗歌邀请子民想象。可能发生的代志，学者 Brookman 伊讲这是咧描写呐，拄仔咧讲的这个住伫城市内底的这个精英啊，社会领导者，有的是经营牧业做了足成功，有的人咧主持这个军事国防，啊，大家伫遐享受财富的满是，结果呢，这感觉家己真安稳。趁足侪钱，事业足发达的人，拄着灾难，惊吓四界走。伫遐讲，秘去山顶，可能秘去旷野，秘去死海的边仔，迄崩坑内底。咱知影，伫遮个旷野、死海遐个边仔的遐崩坑内底，内底拢是仓鼠甲蜜蜂。蜜蜂就是蝙蝠吼，蝙蝠、仓鼠甲蜜蜂放屎放到规个崩坑内底拢是。这个人本来生活足好势，竟然就爱为着灾难惊吓走撞，秘去到这个袂当住的崩坑内底，是何等的悲惨的局面。特别19节甲21节，咱若读落去。伫遐佫加一句话讲，伫上主起来，互地大摇动的时，这句话互学者点仔咧推测，这是咧讲大地动吗？确实伫地中海世界遐，地动是定定有的代志。阿摩斯第1章第1节就讲，乌西亚王的时阵，捌发生地动，但是嘛有可能。是指暴风雨，一个 storm， 一个 thunderstorm， 一个足大的暴风雨，为北边安尼一路安尼冲落来，树啊拢去互冲倒去。咱来去读诗篇29篇，就咧描写即种大风雨、暴风雨来的时阵的情景。所以用即个来警告，恁会毋通掠做恁足安稳的、足自在的，灾难要来。然后呢，伫遐讲起，遐骄傲的人会受降低、受屈辱，这是11节到18节，真有意思。
在伫遐用一句表达讲目头悬的人，骄傲目睭足骄傲的迄种人，目睭有迄个骄傲的目睭的人，这个描写迄种自高的人，足自信的，但是安那真贪心，什么拢要治，迄个目睭看落去，看到啥就要治啥。咱毋知有捌看过迄个电影三部曲《魔戒三部曲》的电影，这是 J.R. Tolkien 写的足要紧的小说，这是一个基督教文学家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在描写骄傲、权力滥用的这个电影。魔戒的电影内底，咱若有看迄电影会记得，迄个上邪恶的迄个代表就是迄个 Sauron's eyes， 迄个 Sauron 的伊的目睭，在悬悬的山顶，目睭安尼四界伫遐照，看到大就要治啥，所有伊看到的，伊拢要甲摕起来，要甲伊夺取，这是骄傲的一个情景。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最高的时阵，大项拢要治的时阵，咱用咱今日较通俗的话来讲消费主义啊，看到啥就要买啥，这种的意识形态，完全就是自我做中心。诗人讲，这拢会失败，这拢会失败。在最尾啊，伫遐讲，只有上主受高举，得到尊重。针对这目头悬、骄傲的人，拢总会屈低。当所有人拢去用屈低压到上低的时阵，剩一个人徛伫遐，剩一个徛伫遐，就是亚伟。亚伟单独徛伫遐。亚伟，咱为进前已经讲去，伊是自由的，无受控制，无人会当甲伊看轻，还是要甲控制。伊是超然的，甚至伊会对敌人，对敌伊所看最歹的邪恶的。对12节开始进入咱今日的诗上要紧的迄个修辞的高峰。伫遐讲亚伟用万军的统帅出现，这个名伫第一章已经出现过一届，一转搁出现一届。亚伟要成做审判者、统治者，这叫遐所有人拢爱注意，因为迄日伫迄日要发生，迄日即日，咱看11节、12节、17节、20节，拢出现伫迄日。伫迄日是甚物日？就是亚伟的日 ，Day of 亚伟。亚伟的日是先知特别表达的一种方式。在讲上帝的主权要实现的日，这伫所有先知拢有这种表达方式。上早可能是阿摩斯，第5章18节头一摆出现讲亚伟的日要来咯。亚伟的日对咱今日读这段经文有啥物特别爱注意的所在？过去以色列人的想象内底，亚伟的日就是亚伟要去对付对敌的时阵。但今仔先知讲，亚伟的日是上帝亚伟要对付恁的日子，无想到亚伟竟然来对付家己的子民，所以对12节到16节，先知用10个上顶，亚伟生气要针对什么人，拢总10个。咱若去读这10个，拢真有意思，拢是咧讲起。代表自高、骄傲、自满、靠家己这种的表达。大圣第12节伫遐讲骄傲自高的人，高举家己的人，两个。13节讲到两个譬如，黎巴嫩悬国大的僻香树，巴山的橡树。这两种树啊，住伫迄个北边的迄个松林的所在。拢是高贵的建材，这两种树啊，通常拢来起封疆大厝的，象征荣耀、权势、骄傲、富裕。
遮呢，上帝拢要来对付。吼，14节用自然的景象表达，讲所有的关山、一切小山，嘛拢要愈学平。到15节咧讲人所起造的所有的堡垒、坚固的墙，哦，这个表达皇家的威望特权，嘛要互拍平。最后16节，最后两个表达，他死的船，一切水会芳尽。哦，他死是西班牙，会当驶去到西班牙的大船。哦，这嘛咧回应头前咧讲的，哦，想要搁较发展，做搁较侪生意，起搁较大的船，要来做这个代志。伫遮诗人用10个象征，伫遐讲遮个上帝拢要对付，拢要甲伊消灭，拢要甲攻击。吼，咱毋免去特别去想讲这10个象征咧讲啥，伊的细节是啥？伊主要目的是要用文学的表达，互咱知，想要靠家己高举家己，无要搁靠耶和华，无要靠上帝，靠家己的生活，这是无结果的，毋通靠家己。吼，然后进入到18节，搁一摆讲起偶像，伫遐讲所有的偶像拢会除去。20节。到最后20节，伫遐讲，恁会将恁所做的金银做的迄个偶像迄角，互蟾蜍甲密婆。咱想象，拄我咧讲，这盗难的人，对城市内底走到山顶、走到棚空的这盗难的人，因咧盗难的时阵会炸什么物件？无想到因炸的，就是因家己做的金银的这偶像。结果去到这棚空，毋但袂当住，带一大堆偶像，袂当甲因帮衬，阁诚做负担。要带咧走，足麻烦的。到尾也只有迄角，迄角互蟾蜍甲密婆。这是足文学性的表达。你到尾你感觉你上会当挖靠的偶像，嘛拢无效，爱献上。22节做结论是单独的一首诗，吼，单独的一节诗，讲毋通挖靠会死的人，因不过靠鼻孔的喘气，拢无算做什么。伫遮最后一届，诗人用讽刺的话劝勉犹太国，恁着醒起来，毋通搁追求自我中心的生活。这条路是行往毁灭。毋通靠会死的人，英文圣经大部分拢翻做 mortals， 会死的人。台语的俗语有一句话讲：鼻孔压落的人，无一个好人。类似表达方式，人鼻孔黄下，拢是靠迄口气，诗篇104篇。29节，诗人讲：迄口气若甲你收起来，你就要死啊！所以诗人最后用人会死这样代志，提出最后的警告：毋通靠会死的人。换句话来讲，佫倒转来一届呼吁，就倒转来挖靠耶和华。各位兄弟，咱今日读这段真长的诗，会当思考几个点吼。头一个，咱的社会是毋是常常活伫一种自高自满的社会？靠家己，想要靠家己，吼，要挖靠这个世间的物件来得到安全感。这社会学、宗教社会学者卡尔马克思真出名的理论。宗教甲经济这两项若扭曲，会互人的心腐化。宗教变做人民的鸦片，真有意思。早伫2000几年前，
旧约的先知就看到这点嘛。咱今日经文内底，咱讲起先知早就看出这点嘛。经济会扭曲人的心，宗教嘛会去互扭曲去。宗教甲经济若扭曲，互相强化，就侵犯咱这个群体的迄个信仰的认同。会记咱顶礼拜咧第2章第50节遐讲，着行伫上主的光明中，因为伊知影，你若无行伫上主的光明，你陷落伫宗教甲经济一种妥协的形态的时阵，迄个信仰认同就无去啊。咱本来以色列人本来是带有即个亚伟的气质的，因为外来的宗教、外来的这经济系统，互伊陷落危机，慢慢失去伊的身份认同。马克思嘛，甲咱批评讲金钱、武器、偶像，这就是一个已经疏离的社会的现状。而且今仔日经文内底用3个满满诗咧，甲咱表达。这个满满诗这物件，敢会改变咱的信仰的认同？互咱无去倚靠上帝，嘛无要听上帝的话。这个社会若无爱耶和华，无爱上主，伊就慢慢行往自我中心甲扭曲。先知伫今仔日对迄个时代社会的分析，是毋是会当对咱今仔日活的这个时代有所启示？先知的信仰咧提醒咱，毋通袂记咧上主，才是真正倚靠。不过咱嘛知，今仔日这首诗其实是一首诗歌，诗人用想象的方式讲互以色列人听。伊毋是真正咧讨论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，伊是咧对遐麻痹已经麻痹、无感觉的即个社会群体，特别遐领导者精英提出警告。敢若咱咧困的时阵，做汉民做一个梦，互咱惊一个醒过来。先知的目的是安尼，恁家己了做足安全，了做安尼足好势。靠家己会当过生活，上帝当互你一个警告，互你定心思考，你是我靠上帝做中心的生活，还是到尾啊，因为这外来的影响，已经慢慢失去家己的身份认同，也袂记得家己甲上帝所立的约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毋通做出无完全的结论吼。先知毋是咧讲人袂使有钱，袂使有财富，无咧讲金钱甲财富是罪，伊无安尼讲。伊是咧讲毋通受到即个世俗的价值的影响，却去用遐不义的方法，要累积财富，然后到尾也变做甲金钱财富当作上帝，取代上帝。袂记得家己是上帝子民的即个身份，调做有钱，就会当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一个人若感觉我有钱，有这个武器，有我家己的偶像，就会当解决我家己的问题。先知讲，这是无知、骄傲，是一种狂妄的心态。若有这种心态的人，就爱反省，就爱洗礼。这是今仔日经文内底咧，甲咱提醒定心看咱家己，甲咱生活的方式，以及咱的社会。第二点，今仔日经文内底，咱一定注意到一个最要紧的主题，就是骄傲。咱咧读1节到18节，就看见诗人用遐尼多的象征咧讲骄傲。人起大厝，人起大船，看到迄真水的大自然的关山，就感觉讲啊，这就是我的。迄背后人的本性是骄傲，骄傲就是罪的源头。美国出名的神学家尼布尔 （Reinhold Niebuhr），伫1960年、70年，伊就写一本最要紧的册，
人的本性甲命运。伫这本册内底，伊讲人为什么会犯罪？内底是因为人的无安全感，人的焦虑，人的心内迄种惊吓被迫。但是呢，表现伫外口是一种骄傲，内底是无安全感，但是外口表现出来是骄傲。伊甲骄傲用3种形式来描写。伊讲人有3种骄傲：权力的骄傲、知识的骄傲、甲道德的骄傲。权力的骄傲，咱真容易理解。无安全感的人，就牵条伫权力，然后通过权力要来主宰伊的世界，还是周围的世界。权力的人，有权力的人，愈有权力，伊就愈容易骄傲腐化。咱今日世界侪侪这领导者，真紧就互咱看出伊迄种权力的骄傲。咱隔壁就有一个西皇帝。阵仔日发生乌克兰的战争，咱嘛看到一个沙皇普丁，加沙族人伫遐相战，两边要谈和，咱阁看见迄个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，嘛是骄傲，伊绝对要做啥，伊绝对要做啥，这拢是一种权力的骄傲。尼泊尔讲知识嘛会互人骄傲，抓做家己所知影的就是绝对的真理。咱学习的物件拢是有限的，拢有可能是无安全的。但是当我将我家己的知识当作是绝对的时阵，就变做权力的骄傲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严重的2个侵略国家，拢是将迄个因所认捌的当作绝对的真理。希特勒甲亚利安这个种族主义救到上悬，墨索里尼甲迄个意大利要恢复罗马的公营当作伊至关的一个目标。当因将这知识绝对化的时阵，知识嘛变做骄傲。第三，尼泊尔讲道德嘛会变做骄傲。也做咱家己比别人较高，做了生活了较对。我所行的，就是绝对的一种的道德的标准。这其实是一种自义啦，自义，家己看家己比别人道德较悬。当你看家己比别人道德较悬的时阵，道德变做骄傲，你就看轻别人，你无法度接受别人，甚至带出无公义的生活。最后，尼泊尔讲，伫权力、知识、道德的骄傲的背后，其实是灵性的骄傲。灵性的骄傲，灵性的骄傲就是抓做家己，迄个背后是有一种宗教的力量伫遐支持我所有所做这代志。宗教到尾啊，嘛有可能变做为着这骄傲来背书啊。各兄弟，尼泊尔讲的这较理论性，但是咱可能倒转来想，不管放伫权力、知识，还是道德，甚至是灵性，咱拢通来检视咱家己，咱是毋是有时阵伫这无共款的面向，感觉家己比别人较高。我遐伫新学院教册时阵，常常甲新学生介绍一本册，叫做《神学第一步》。这是德国出名的神学家 Helmut Tillich 写的。伊内底有讲到10几个例，读神学爱注意什么？注意什么？注意什么？其中一个足趣味的例，伊讲神学生哦，足紧就有骄傲的病啦。开始读神学了后，就感觉家己比别人捌较济。看遐特别看一般的信徒青年，看因对看袂起，你拢毋捌啦。我拄读一两本册尔，我就感觉家己足敖。
啊，这当然咱知影，毋是干那新学生人啊定，做牧师嘛会，做牧师嘛会，家己足容易落落去一种骄傲的病。铁力讲，骄傲的病是灵性的病，因为你掠做家己有真理，煞失去疼心；掠做家己有真理，煞袂记得上要紧的是疼心，是接纳甲包容。我用新学生做咧，当然是用我家己的身份，做一个新学工作者，会当来做自我的反省甲思考。同款的咧，嘛咱用伫咱无同款的专业内底，还是讲咱的生活的方式内底。各位兄弟，今日的诗真长，但是有真要紧的道理在甲咱提醒。咱着看咱家己今仔日的生活。是毋是自我中心的生活，袂记得上帝？然后骄傲是毋是定定会伫咱的生活中间无小心会走出来？先帝用真文学性的话提醒咱，信仰的反省甲自我认知是非常要紧的。希望咱继续读以赛亚书的中间，会当时时来做反省甲检讨。咱做伙阿头来祈祷。听堂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以赛亚今仔日真严厉的挑战，对犹太人的社会受到外口国家宗教的影响，失去家己的身份认同，袂记得上帝。我靠金钱、武力、偶像，甚至是家己的骄傲，要成做安全的基础。恳求你将你对犹太人、犹太国的提醒，也放伫阮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兄弟的心内，时时提醒阮人的本性，人会死的人会落落去骄傲的本性。通过经文，互阮学习，也互阮伫信仰顶头会当持续来进步、来成长，献上恳求甲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搁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279首，恳求上帝怜悯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Go
请坐。这点是公道的时间，咱今仔日要为着下面的3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请为着兄弟灵修生活甲心灵的勇壮来祈祷。第二，请为着拄起大家自我心中的骄傲、谦卑甲主同行来祈祷。第三，请为着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人道救援来祈祷，祈求上帝的大权能，互以色列甲哈马斯中间的战争紧来止煞，和平早日来临来祈祷。请大家同心开喙来祈祷。这点请今仔日的司宪长郑慧玲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同心合意，谦卑来到你宝座前来祈祷。愿圣神带领，互阮有分别为圣的时间来读经甲祈祷。伫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，活出你的真理，明白你的旨意，领受对上帝来的启示甲智慧。主啊，你要大大祝福听你话也顺谈你话语的人。你要看顾因身体勇行，凡事行通，时刻拢行伫你信实的稳定中。主爱怜悯的爸上帝，阮知既然有仁爱甲疼心，你就甲阮伫地。恳求你清洁阮的心，除去阮的自私、骄傲，互阮无论伫家庭、伫工作、伫教会，拢用谦卑顺服，为主来做见证，成做祝福人的好门徒。阮也为着所有的战争来祈祷。主啊，你要伫列国中来审判，你要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愿以色列、加萨、巴勒斯坦遮个所在，拢经历你的慈爱甲平安。特别将无辜的百姓交托伫你的恩手中。恳求主来怜悯，伫苦难中，主你有缘加倍来保守看顾。求主掌权，互战争紧来结束。你的光要照伫所有的黑暗，和平的国度就要临到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即时来奉献。
大家起立，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，即碟来报告，请大家掀开周报，看通知事项的部分。第一，后礼拜5月12日是母亲节，第一场的礼拜是儿童的主日。我相信在座的妈妈，咱可能捌受伫母亲节受过囡仔的祝贺。毋管是卡片，也是其他各种的礼物，各位兄姐现在看到的，就是主日学的囡仔写互妈妈的卡片。我相信在伫妈妈来看，这个话比蒙娜丽莎的微笑画得较好吼，这个文字嘛比莎士比亚的诗句搁较互人感动吼。因为这是咱的囡仔，特别为着咱的妈妈用心来准备吼。今年的母亲节。咱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，也为着妈妈来特别准备一项特别的礼物，就是因要伫第一场的礼拜中间带领咱来敬拜。因会来负责包括诗会、祈祷、读经、奉献、献诗等等的服侍。目前伫老师甲家长的合作之下，囡仔拢真用心咧准备。请会友大家咱备办心来参加。共同来陪伴咱的囡仔，互因伫主的圣殿中间来献上因所互妈妈的礼物，做因感恩的祭吼。也请大家互咱的囡仔搁较侪的鼓励，肯定因的心意甲努力。第二场的礼拜，请香港团契 Frankie 传道来传讲信息。教会有准备一项小小的礼物，也会伫礼拜中。来赠送予妈妈甲已经结婚的姊妹吼。第二，咱5月份的太祖祈祷的主题是母亲，台湾母亲，时间是5月7日拜三暗时7点半，地点伫大礼拜堂。邀请各位会友做伙来参加。第三，5月19是圣神降临节，咱伫礼拜中。要来举行圣礼典，既然有准备心要接受洗礼，也是捐信礼的兄弟，请牧师来报名，并且参加洗礼的课程。第四，台神的曾宗胜老师有上新的著作《五经文学特色经文形成》，新学主题甲后续翻译影响。伊真欢喜要甲大家来分享吼。除了请曾宗胜老师主讲，也请小凯丽老师来主持吼。时间是5月26日礼拜日下晡2点，地点是伫大礼拜堂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第5，儿童主任的同工，这我上尾到第8项的时阵，才做伙报告吼。来第6。本教会2023年的讲道集甲周报的合订本已经完成，每一户一本吼。若有需要的兄弟，请本人来摕吼，来办公室这边摕，数量有限，发完为止。第7，5月5日，就是今仔日下晡3点45分，要伫花语礼拜堂有举办
信同在监狱的纪录片的报上吼，这是描写香港的人权律师周信同为着争取自由人权被关押的代志吼。咱请大家做伙来参加，做伙来关心大道吼。第八，咱本教会暑期儿童营开始报名吼，报名的对象是国小的学生，时间是7月初1到初5，就是拜1到拜5，早起是8点到下晡6点。内容有包括自然、生态、艺术甲圣经故事。另外，伫7月初3拜3迄天有外出的行程，要前往日东花园生态园区。有意参加的会当世宏长老也是办公室这边来报名，嘛会当上网络来报名吼。咱规个暑期儿童营需要做的同工吼，需要备餐的同工，加协助的青少年同工。若有意服侍的，咱嘛会当来世宏长老，也是办公室这边来登记报名吼。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大道。具体消息的部分，本教会青年组巡林玉威结婚感恩礼拜定伫5月11日下晡3点，伫本会大礼拜堂来举行，咱直接甲因共举。另外，开会消息，今仔日下晡1点，伫203教室召开中级会甲小会，请中级备办室来参加。这点请地方的牧师来请安甲介绍。兄弟平安，咱今仔日有几几啊位的来宾吼，咱直接甲因介绍一下吼。一个是正坡乡的朋友吼，魏凡清吼。欢迎哈。迄个咱普牧师的朋友吼，为中英大学来的老师蒲慧清，甲高安学生蒲永佑。各有一位朋友张亚博，欢迎过春日的朋友吼，叶文代姊妹。迄个回礼者吼，亲人也是苦红牧师的亲戚吼，刘家汉甲陈碧慧夫妇。子恩的朋友吼，黄子娟，阿伯呀吼。迄个关的后生吼，最近新婚的咧楼顶吼，迄个陈汉甲安丽吼，新婚的夫妇吼。我有看到孙杨这位菲拉德菲亚倒转来吼。迄个杨美兴这嘛，伫咱中间吼，咱我来甲欢迎一下吼。咱彼此请安吼，请咱大家彼此请安。三甲大金上营圣诗第392首，阿乐上帝万福本源，请大家起立，吟诗煞，请地永文牧师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请坐，密道避会。若是需要代祷的兄弟，咱会当到外面的雨伞骹，有同工会来为你代祷。